今期最後一站，我哋嚟到河南新鄭。乙巳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於農曆3月初3喺鄭州新鄭皇帝故里隆重舉行。本次大典延續同根、同祖、同源、和平、和睦、和諧主題，眾多嚟自海內外嘅華夏兒女匯聚喺呢度，共拜軒轅皇帝，祈福祖國繁榮昌盛，祝願世界和平和睦。典禮儀程共9項，包括盛世禮炮、敬獻花籃、正手上香、共拜始祖、恭讀拜文、高唱頌歌、樂舞敬拜、祈福中華、天地人和。兩岸同胞血脈相連，共同祈求呢我們的祖先保佑我們國泰民安，一種非常好的寓意在裏面，所以呢內心覺得非常的激動也非常的感謝。皇帝故里拜祖大典係中華民族嘅傳統盛事，於2008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，成為全球華人世界具影響力同標誌性嘅重要文化名片。多謝收睇今期節目，下期節目又會去邊度？敬請鎖定澳門有線電視環宇快訊。